想溝夏樹就一定係買 Benz 㗎啦，但買完先發現個內籠留低咗夏樹阿叔嘅汗汁同老泥，點搞呢？呢部二手嘅 C28外表就好似好型啦，一開車門就真係崩潰啊！上手車主嘅汗汁同埋油質啊，將高貴嘅內籠染到發黃發黑，連對車鈴都成陣碧礫粉啊！望落成部前七咁，點車女仔呢？唔使揾拓海嘅 ，Let's Get Wash 即刻同佢進行愛車急救 Level 1，師傅出動專業嘅皮革清潔劑，將逐條皮紋去拆。一拉開條黃色膠紙，你睇下呢條對比線幾咁震撼，老泥都一秒清走啊！扶手同皮凳還原翻新車嘅新淨，摸落去清爽，再冇晒嗰陣酸噏味。外觀我哋都幫佢做埋精細嘅拋光處理，再上埋個鍍膜，成架車都即刻擰翻晒，層次感都翻晒嚟啊！連原本黑晒嘅輪框都洗到立立令，部車精神翻晒，就算夏樹而家上車，都保證冇得挑剔啊！無論你係買一手定二手車，都即刻 DM 我哋 Let's Get Wash 預約愛車急救，9個鐘令你舊車變新車。